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这个盖头应该由新郎来掀，自己掀是犯忌的。胡说，你懂什么呀？哎，你快盖上，快盖上！我可不是吓唬你啊！自己掀盖头，不能白头到老啊！哎，快快快！哦，快！姑爷来了，我先走了啊。莲儿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莲儿哥，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。等咱们回去后，我就让我爷爷去你家提亲。这个给你，莲儿哥，我愿世世与你相伴，直到地老天荒。
童心，童心，我是李尔，你出来呀！童心，童心，谁呀？这一大早的。大伯，李尔，你来干什么？啊？你不都成亲了吗？还来找我们家童心干什么呀？大伯，我有话要对童心说。有什么好说的？啊？童心不在。大伯，你先把门打开好吗？童心不在，他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他一个人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大伯，请你告诉我，他到底去哪儿了好吗？他去他舅舅家了。丽儿啊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啊，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们家童心了，好不好啊？就算大伯求你了，行不？啊，你饶了俺孩子吧。大。你真傻，因为我们都长大了呀。丽儿哥，我愿世世与你相伴，直到地老天荒。童心，你在哪儿？公元前549年，陈哀公鉴于宋国的威胁与侵扰，断绝与晋国的盟约，再次与南方的楚国结盟。而楚国并未让陈国休养生息，而是出兵与陈国军队攻打晋国的保护国郑国，郑国大败。公元前548年，郑国为了报复，在晋国的指使下出兵攻打陈国，陈国大败。之后，郑国再次联合晋国讨伐陈国。原本弱小的陈国，经过此次战争，更加穷困不堪，整个陈国民不聊生。爷爷，吃饭了。哎，来了。嚯，真香啊！哎呀，婷儿做饭就是香啊！爷爷，你爱吃，我天天给你做。婷儿啊，这一年来，由于你的照料，爷爷的身体真是好多了，连气色都好了啊！你回来了，跟爷爷一起吃吧。爷爷，丽儿，你天天一大早就出去，你到底干嘛去了？爷爷，我读书去了。你们先吃吧，我不饿。站住！爷爷，还有什么事吗？还有什么事儿？自从你把婷阳娶回来以后，你对她是不温不火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爷爷，李尔对我挺好的，你不要责怪他。好了，婷阳，不要再为他说话了。
爷爷耳不聋，眼不花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你说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爷爷，您别生气，我只是在忧虑，咱们陈国连年战争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。再这么下去，百姓们可怎么活呀？你倒是忧国忧民，是吧？啊？你连你结发妻子、与你偕老的人，你都忧不过来，这小家你都顾不好，你谈什么国家呀？啊？不吃了。爷爷，爷爷，婷阳啊，是爷爷对不起你啊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有爷爷在，我会说他的啊。莲儿，我想跟你谈谈。谈什么？在家里说不方便，去沟河边吧。好。李尔哥，这一年来你是不是过得很痛苦，甚至于绝望？怎么说呢？你看着我回答。李尔哥，你既然这么讨厌我，当初为何要娶我？爷爷年迈，其命难违。那既然这样，你不如把我休了，免得你我都痛苦。婷阳，你……李尔哥，你还记不记得新婚之夜的那天晚上，我满心欢喜地等着你，等你来接我的盖头。可是我等你整整一夜，你还是离开了我。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吗？婷阳，婷阳，你别哭好吗？错的不是你，错的是我们就不应该在一起。不应该在一起，我就这么不如同心？你别这么想。我知道，你和童心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。可是我又何尝不想？记得小时候，我们一起在商先生的学堂里面读书，你们两个永远都那么要好，永远都在一起，而我只能在你背后默默地看着你，仰慕着你。你知道我有多羡慕童心吗？为什么陪在你身边的人永远都是他，而不是我？后来你去隐山读书，我有多思念你，这些你都不知道。危难之际，你突然出现，力挽狂澜，我恨不得马上扑到你怀里。够了，别再说了。为什么不说？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，就算你今天不要我，我也要说。我还记得，当听到爷爷要将我许配给你的时候，
我特别的开心。我在焦虑和不安之中等着你的到来，我暗自下决心，假如上天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绝对不会错过，我不会输给童心的。可是你连一次机会都不给我。再说，长辈之言，为者不孝。你听从爷爷的安排娶了我，这是尽孝道；你为苍生为百姓，这是大德。而你我既为夫妻，就应当结为百年之好。你对我不尽夫妻之谊，这就是不忠。虽名为夫妻，可心不相合。心不相合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这样说。你紧闭着你的心扉，根本不让我走进去。是啊，你与童心心意相合，可你当初为何还要娶我？你逼得童心远走他乡，你既是负了我，又是负了童心。哎，天阳，天阳，你干嘛？天阳，天阳，天阳，你干嘛呀？你回来呀！过去，我就是在这里，看着我心爱的男人和别人在一起。水它清清凉凉的冲淡了一切，爱也好，恨也好，血也好，泪也好，它冲圆了石头，把它们冲成了泥沙。而你再看看我，我是庭阳，一个女人，一个像童心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女人。好好好，你先上来好吗？咱们有话上来说。我曾经认识一个人，一个勇敢的人。他在一盘散沙、乾坤颠倒、众言乱耳、人命悬于一线的时候，勇敢地站了出来。他解决了一切的困难。而他现在呢？因为爱，他退缩了，他缩得远远的，还满口的仁义道德。你说他是不是一个伪君子？伪君子？伪君子？庭阳，我问你，你说一个人，无论在什么样的世道之下，是为所欲为容易，听凭自己的欲念不可自拔容易，还是克制自己，捆着自己容易？你说一个人，在当今这世道之下，是及时行乐，不顾纲常伦理，背信弃义容易，还是信守承诺，拒人爱之心容易？你说一个人，他脑子里空空如也，只讲求一己之私，一时之快，儿女情长容易，还是知己如治天下，放下自己，放远眼量，与这繁华和道德之境，砥砺德行来的容易？我说的可不是什么大道理。这个世道，不就是因为你所说的那些人太真实了才这样的吗？人人都太真实了，可做人他就不能这么真实啊！如果这后一种就是你所说的伪君子的话，那么李耳只想做这样的伪君子，也只做得了这样的伪君子。只可惜做得还不太好，做得还太笨拙，
太不自然了。这水把一切都冲得清清爽爽的，我忽然明白了，我也是一个人，我也是一个和你一样有血肉、有情感的男人，可我也是一个伪君子，我也想做这样的伪君子。我曾经发过誓，今后我与你绝不逾越，绝不辜负同心。可结果怎么变成了这样？因为我们俩都被绑住了，都不自由了。李儿，你是个善良的人，你能接受得了罪恶多端的祝言，为何偏偏不接受？天道运行，皆出于自然。对，容纳一切，因循自然。庭阳，对不起。庭阳，都是因为我。这些年，你那么辛苦，其实我也不好过。这一切，又是何苦呢？原谅我，好吗？孙儿啊，你马上就要当爹了。这样，用力啊！小丽呀，小姐，哎呀，你这不用力，这孩子哪生得下来呀？你这。
生了，生了！恭喜老太爷，恭喜姑爷，是个大胖小子，母子平安。我有重孙了，健儿、丹儿，你们看见了吗？你们也有你们的孙子了。爷爷，爷爷，快进来看看你重孙呢！来了，我的重孙儿。陈国和郑国，在楚晋两个强国的指使下，连年战争，且越打越凶。如此打下去，早晚会殃及我宋国，而齐国无时无刻的在身后盯着我们。为了此事，寡人寝食难安呐！你们有何良策，以解寡人之忧啊？臣以为，为今之计，只有陈郑二国休兵，才能缓解我宋国腹背受敌的局面。陈郑一旦休兵，那么君上就可以专心防范齐国了。陈郑休兵，谈何容易啊！臣愿前往陈郑二国去说服他们休兵。说服陈郑二国，绝非易事。相大夫，你有把握吗？陈郑之战是受楚晋指使，其实他们早就不愿意打了。臣愿前往一试。好，相大夫就派你出使陈郑二国。诺。宗儿睡了。你说咱们宗儿以后是喜欢做学问呢，还是喜欢习武呢？我看呐，还是习武的好，免得像他这个傻爹，整天就知道看书。宗儿，宗儿，爷爷取的这个名字可真好听。那你知道这个宗字它有什么意义吗？宗啊，就是根本和本源的意思。我想爷爷起这个名字，一定是希望咱们儿子长大以后啊，不要忘本。哎，我去抱抱他。哎，孩子已经睡了。再说宗儿的骨头正软，可经不起你这样抱。这样啊，景阳，我问你，你说这小孩的骨头为什么要比大人的柔软呢？这还用问吗？孩子要长身体，如果像大人一样硬，可怎么长啊？对，柔软就是生命成长的象征。尚荣先生曾经说过，牙齿没了，而舌头存在，就是因为舌头它是柔软的，柔软的才有生命力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孩子醒了，哭了。来，宗儿，来，宗儿。向徐大夫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事啊？梁大夫，项某此次是为陈郑休兵而来。休兵？
与陈国休兵吗？是的，陈国与郑国连年征战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痛苦不堪。如此打下去，陈郑二国离亡国不远矣。唉，其实我们郑国也不愿意打，只是那个可恨的楚国指使陈国不断的骚扰我们郑国，我们郑国也只好应对了。据我所知，你们郑国不是也受晋国指使，不断的侵扰陈国吗？是啊，梁大夫，郑陈二国受晋楚的控制，相互残杀。依我看，最终得利的是楚国和晋国。谁说不是呢？你们郑陈二国应立即休兵，结束这场无意义的战争。可挑起战争的不是我们郑国，而是陈国。向大夫应该去劝劝陈国，只要陈国愿意休兵，那我们郑国自然也就休兵了。好吧，我就去陈国一趟。若陈国休兵，你们郑国能就此罢兵吗？请向大夫放心，陈国休兵之日，必是我郑国罢兵之时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百姓们听着，苦役大夫下达议谕，内容如下：苦役各乡里百姓，现在苦役境内征兵2000人，征马匹300，以抵御郑国的入侵，分摊到各村里，其中曲仁里征兵50人，征马15匹，接到议谕，10日内未征齐者，严惩。我们百姓可真是没活路了。与郑国打仗打了多少年了，还没打完。怎么没法活了？当兵也好，最起码咱老百姓都有口饭吃。当兵有啥好的？我儿子柱啊，前年被征兵走，去年就战死在战场上了。还有刘大伯的儿子石头，去年也死在战场上了。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。从今日起，凡有要当兵的，到村西征兵处登记报名；家里有马匹的，到本里政处登记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全拿走算了，这日子也不要过了，都给他们了。李儿，爷爷，又有何事让你如此惆怅啊？爷爷，咱们陈国百姓的苦难为何如此之多？和郑国年年都要打仗，今天征兵，明天征马，这后天还不知道要征什么呢。是啊，唉，陈国和郑国之间的战争打了很多年，殃及了多少无辜的子民呢？这叫什么世道？索尔认为，这皆因天下无道。若天下有道，则王、侯、臣民各安其分，清静无争。放群马而耕于田野，刘少壮亦从于架墙，将国富民殷，天下太平。然而如今天下无道，
诸侯纷争逆天而行，贪欲无边。区群马儿老于疆场，征少壮而死于战时。天原荒芜，国弱民穷，这皆是贪念惹来的祸患。是啊，你说的很对呀。孙儿，爷爷老了，你呢，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，将来切记不可忘，要为天下子民着想啊！啊，爷爷，可不只是为天下子民着想。我一定要找出一条治世之路。